姜濤 Lava Live 2025演唱會公布門票發售日期，將於2025年11月10日中午12時正開始。記低呢個重要日子。Makerville 嘅官方宣傳寫上，姜濤 Lava Live 2025嘅每一首歌都係佢想說嘅話，每一個舞台瞬間都為你而來。沉默被佢心中熾熱嘅熔岩衝破，化成最直接嘅音樂與表演。喺呢個12月，將會成最響亮的歌，席捲你我。再聽埋姜濤親自詮釋演唱會概念，腦海浮現一個驚字，真係好驚買唔到飛。呢個演唱會叫 Lava 原因，其實想延續翻2年前嗰個水嘅主題。係因為其實水其實大部分呢個 topic 係可以包到好多元，係咁我就喺度諗緊用火，但係我又覺得我唔想淨係單純用火呢件事，我覺得我想完咗成個 concept， 所以最後同 Simon 傾咗好耐，我哋唔好用直接用火呢個字眼，就用 Lava 呢個字眼。Lava 代表係岩漿，因為岩漿係唯一一個物質可以融合咗液態同埋火嘅元素，所以我就覺得我唔想單純地用火去形容，反而覺得係當每一個人喺生命嘅每一個階段入邊，你經歷嘅每一件事都會令你重生，但係同時間都唔好忘記你原有嘅一啲嘢，然後會承載住以前嘅嘢繼續去重生。呢一個演唱會本身喺音樂上面都有好多對立嘅一啲元素出現，例如我哋會用中樂、西樂去做一個對比，做一啲融合，係即係好似水火，大家會覺得唔可以相容。但係我哋想話俾大家聽嘅就係呢個生命入邊其實好多嘢大至到陰陽，其實佢哋都係互相去相克相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姜濤，大家久等啦！我將會喺12月18號至到12月21號喺亞博 Arena 舉行我嘅個人演唱會。Catch 音樂娛樂平台呈現姜濤 Lava Live 2025，約定你哋到時見。